来听上帝的话。以赛亚书35章第1节到第8节。旷野甲大树的地的确欢喜，沙漠也要快乐，搁亲像玫瑰开花。伊要开花无成，来欢喜，要有欢喜甲唱歌。黎巴嫩的阳光，加密甲沙仑的水，要归伊。伊要看见耶和华的阳光，咱的上帝，恁着互软弱的手永助，无力的骹头有主宰。对小胆的人讲，恁着刚强，毋免惊。看，恁的上帝要来报仇，要来行极大的报应，伊要来拯救恁。你是青米人的目睭要开，草泥人的耳孔要来。你是摆脚的要着跳亲像鹿，假狗的舌要唱歌，因为水冲出伫旷野，溪流冲出伫沙漠，发出光的山要变做水池，大树的地要变做水泉。伫山脚倒地困的所在，要有青草、芦苇甲蒲草，而且要有一条圆的路，这条路要称做圣的路。这时，请来点到第3开讲节第3支的垃圾。三甲来祈祷，主啊，即个大讲节第3主日，你互阮喜乐来敬拜你，这个喜乐并毋是出于顺境的安乐，而是伫荒凉不安的中间，突然看见你的荣耀甲慈爱。阮伫流目屎的中间，突然要举手学乐，伫困惑中。要选择信靠，幽暗中要听候早日时的光明。主啊，求你圣神的喜乐充满阮，互阮伫艰苦的地悠然会当唱歌，伫推论中看见愿望，伫听候中结出信心甲愿望的果实。奉赐喜乐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祈祷，阿门。三甲来吟学乐的诗歌，圣诗285首，作画的是李早时，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亲爱的你要老家园的上帝，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宰，我欢喜用时光来努力，用心灵甲诚实来赞美你。我来欢喜用主教是阮的主导文，安尼来祈祷。阮是你的爸，我你的名姓，你的国领导，你的旨意执行，你的意亲像天意。阮的一生领着我，下辈阮的辜负，亲像阮的下辈辜负人，无去错阮的日子，就叫阮断你爱的。因为我愿意用光芒是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加第三cấp来体验，体验文59篇，罗马人书第10篇。体验文59篇，罗马人书第10篇。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因为人信心就得到称义。圣经有安尼咧记载。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伊会丰丰富富祝福互所有求着伊的人。毋过因拢无信伊，哪会求救伊？拢无人传，哪会听着？照圣经所记载，报传福音的人，因的脚脚若安尼水。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所以是听人是听你话。毋过我要问，因将真正拢毋捌听去。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因的话传到天海。甲大家感谢，主必听咱们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搁一遍组织阮众兄弟姊妹伫你的圣殿来敬拜你，也感谢你伫即礼拜保佑阮平安顺遂，守住阮正正言教也无欠过。感谢你垂见你忠实的奴仆，无处理阮的中间，恳求你使阮祝福伊的顶面。通过伊的正道，互阮能明白圣经的道理，显明主伊的旨意。伫这个大港节期，愿听候救主降临即个进程，愿要为着现主事，拄着苦难的人来祈祷。无论是拄着战争的破坏、病痛的伤害、经济的压力，还是受欺负、被霸凌，这一切就要改变。因为你要垂听同一圣经，主耶稣基督降临伫世间，伊要带来平安甲喜乐，互大家伫艰难中有信心甲力量，苦难一定会过去，公义甲和平的确会降临一只的人民的心情。伫即个天气变化非常激烈的时，侪咱的兄弟姊妹身体健康。求主看顾甲医治，愿阮今仔日的敬拜通成做芳芳的祭献互你，互你欢喜，愿你接纳。阮来恳求感谢，拢是我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恳求你，阮求。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听阮恳求的声。三甲来听上帝话，记载伫新约罗马人书第1章16节到17节。
因为我无掠福音做见效，因为是上帝的权能要救拢总信的人，大生犹太，后来希律年。因为伫福音的内面有显明上帝的义，对神教的神，照圣经所记载讲，义的人要对神来活。愿上帝祝福听叹伊的话，看咧行的人。圣歌队所要称赞的是永世代真光，赞美了，咱邀请到新民教会吴牧师来正道，伊要讲的题目：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今日真欢喜来代表着台湾圣经公会来甲咱高庭教会来大家亲安以及报告。愿咱兄弟姊妹继续为着圣经的翻译的事工以及所需要这的经费，咱作为关心、代祷以及奉献。台湾圣经公会有宗旨，伊个是。嘛讲，咱每一个人手中拢有一本的圣经通读。这本圣经，大家当买得起，然后读会捌，并且是信任会过的一本圣经。咱所知影台湾圣经公会，伊除了讲有翻译这新的圣经，无论是现代台语，还是一原住民因的这个母语主语的翻译以外。因依然有提供着济讲，咱中日进修遮的那个圣经诠释营的课程，会当来，互咱会当来去进修，互咱对圣经的话语会当加深的认识。所以嘛，欢迎咱高庭教会，咱的兄弟姊妹，咱会当来做伙来去圣经公会遐来上课。然后通过圣经公会伊所开的这圣经诠释营的课程，来帮助着咱，通对圣经有较深的认识甲教导，互咱嘛当成做福音的出口，成做正人祝福，互讲的听的拢平平得到利益。咱即是咱做当心来祈祷。
首听下上帝主安，感谢你伫这第三大工节期来陪伴阮来到主的面前，恳求主嘛安静阮的心，互阮怎样来听候主你第二摆的领导，互阮毋是空空咧听候，阮怎样用陪伴、用喜乐、欢喜的心来迎接主你第二摆过来，恳求主你的话、你的神继续运行伫阮中间，互阮对你的话有较深的明白教示，照着主你所教示阮的原来来去遵行，阮将今日礼拜继续恭敬仰望伫主你的手中，恳求主你的神继续来施恩带领着阮。恳求仰望祈祷，拢是奉靠最后圣名求，阿门。咱基督徒，咱常常讲福音，福音，特别伫圣诞节的节期，咱讲咱爱去传福音，来报这好的消息。总是咱毋知咱兄弟姊妹捌想过无？福音是啥物？咱所认为的福音，甲一般的福音有啥物无同？福音伫希腊文有讲好的消息，这意思。好的消息，这原本是讲伫古早时因战争来得到胜利所传的这个捷报，叫做好消息。那这样伫咱的生活顶头，啥物诚做咱的好的一个消息？对一般的人来讲，可能得乐透、得头奖，哇，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咱这位来得到高升，这是好的消息。在万物齐涨，我们薪水如果跟着涨，哇，这也是一个好消息。对你有投资股票的人来讲，股市大起，这是一个好的消息。对一个破病艰难病痛的人来讲，伊的病来得到医治好起来，这是一个好的消息。对伫战争中受到残害这百姓军人来讲，和平对因来讲，这是一个好的消息。所以对安尼，咱通知影讲，所有的好的消息，不只是讲咱基督徒，咱望听到这好的消息。这人，所有的人，拢望讲，咱有听到这好的消息。这样，咱基督徒咱所传的好的消息，甲一般人所期待望好的消息，阁有啥物差别？有啥物无同？咱是毋是个真正来明白？福音就是上帝所予咱好的消息，上帝就是福音，就是好的消息。也是咱犹原所期待、所望的，甲世界无啥物差别。咱所期待的犹原是讲消灾解厄。咱望亲像一般的宗教讲，咱会当来平安、来发财。如果咱犹原是期待这款的平安、这款的好的消息，但这样，咱所要望、所期待的好的消息，又阁是啥物？其实，圣经所讲的好的消息，来远超越咱伫地面上所期待、所望。这款只不过是一万年久就过去，迄款短暂的好的消息。上帝要所赏赐予咱的好的消息，是超越咱所原本所期待、所望的。咱一个基督徒，咱可能嘛认为讲，牧师啊，你讲的好的消息，圣经讲的遐个道理。敢毋是只是叫咱来遵守上帝诫命，来成做一个乖孩子，这样我们就可以领受上帝的恩典，遵守诫命，来得到上帝所赐福。但其实上帝要赏赐予咱的福音，是远远超越
咱所仰望的，这是关于超乎咱内心心里的活心，互咱当咱面对咱内在迄款自我的否定，也是咱内在迄款的空虚，互咱那种经历过那种生命中的迷惘时，福音来提供着咱心灵一个改变。咱的上帝福音，毋但是互咱来得到这个福气尔，耶稣的性命来进入咱的中间，来修补咱破碎的性命，互咱的性命来重新得到起造，互咱来成做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伫今仔经文，伊开始安尼讲，因为我无掠福音做见证。因为是上帝权能要救拢众信的人，大先犹太，后来希利尼。这样，互咱来想，为什么当时罗马的基督徒会掠福音来成做见证？对到使徒保罗，伊特别爱来强调讲，毋通掠福音来做见证。这首先，咱来看。因为当时好的消息，这代表是军队阵胜迄款的捷报。但是使徒保罗所传的福音，亦却是一位互这门徒出卖、失败、被钉死在十字架顶的拿撒勒人耶稣。保罗所宣传的这位主，因为一个高高在上。徛着一个很俊美高大战马入城的一个皇帝，伊却是一位互人气杀、凌辱、鞭拍、被钉死在十字架的一个耶稣。但是基督徒却宣告讲，伊是唯一的一个救主。所以因为安尼，这样的信息伫当时罗马。伊是强调讲德性强大，伫迄款的文化中，因看做这是见效无路用的。耶稣的一生伫罗马人的眼中，看做是软弱的，是失败的一个象征。基础，互咱看到罗马人亲像希利尼人共款，亦是看重人的智慧。因以爱哲学、理性的一个辩论，因追求迄款的文学。犹太人认为，弥撒应该是带来政治讨棒的一位大有伟大能力的一个君王，带领因的军队来推翻罗马的政府。但是保罗所传的福音呢，伊所强调的却是牺牲。受苦以及基督的十字架，所以安尼，伫罗马人的眼中，因看做是愚妄的，因无法度去理解，这位神大有伟大的上帝，伊怎样咧死伫十字架顶？因应该亲像当时耶稣互钉咧十字架顶，下骹。遐个无相信的人，怎样来提醒伊讲？你只对十字架行落来，阮过来相信你。伊所追求的、尊重的，是迄款大快乐来赢过环境，迄款的大能力，互众人看了，哇，这真正是大的神呀！因来拍拜，来尊重伊。所以耶稣的牺牲，赎罪的疼，伊超越咱人所理解的，伊挑战着人的骄傲，伊的自尊。所以伫当时，耶稣基督福音，互人看做这是一个愚妄的。如果是这样，咱现在来怎样来理解这款的文化的一个处境？这个好亲像咱现在有一个教会，咱会举行所谓的福音的主日。我毋知咱是毋是有缘，拢有办一寡福音的主日，
咱会邀请一寡的讲员，但是咱有详细来想过，咱所邀请这讲员，伊的特质是啥物无？咱捌想过吗？福音主日的讲员，他的特质是什么？这讲员常常就是讲，伫社会上是成功的、有钱财的、做头无做尾，居上不居下。互咱看见这位讲员所带的福音，才有带来一个快乐能力。好，所有一寡名人也是政治人物，因来信主。我们就会看到啊，我们就好像在那边沾光一样。你看，那个名人他也是个基督徒。好亲像，如果教会无邀请因，感觉讲哇，这样福音好像就太没有能力。我唔知咱是不是有邀请过？伊信主了后，伊的人生依然是失败。伊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伊的生活、生命充满了挫折、失败，但是伊却依然坚持来持守这信仰基督徒啊无。我毋知咱是毋是依然有邀请，伊伫生命中依然咧挣扎，你来邀请伊来成做一个讲员无？好亲像。咱真少来邀请这款人，咱认为讲啊，这款人伊的性命无法度来彰显上帝的能力，所以咱现在社会同款，咱所尊重的，就是这爱成功、爱兴旺、爱地位、高升、有成就的，也是咱看伊是有一个有钱财的人，但是。伫咱的福音所强调的，确实是一个的牺牲以及谦卑。所以这放伫咱现在，咱依然看这福音，这是愚妄的，是失败的。所以咱看伫无共款的福音，无共款的文化中间，无论是当时罗马文化、犹太人文化，也是咱看现在。使徒保罗怎样来向咱基督徒来讲，咱唔通掠福音来做见效？这是因为保罗伊家己本身所经历迄款的过程，伊怎样对福音的一个迫害者来转变成做一名传福音的一个使者。使徒保罗伊深深来相信福音。毋是挖靠着人的智慧，这毋是要展现人的权势、钱财、地位，这是要来显出上帝的权能，要救拢众信的人。这款的权能，这是指上帝怎样互死人来搁活，互罪人来得到讨放的能力。虽然世间人是掠这世界。来诚做见效，诚做是失败，但是上帝却用安尼来显明伊的疼甲拯救，这超越咱人的文化的财物以及理性。上帝对旧约开始怎样大先亚伯拉罕来立约，来通过以色列。来成做列邦万国祝福的一个管道。咱的主耶稣，伊本身嘛是出身是犹太人，伊所做的事工也是针对这犹太百姓。伫马太福音15章24节安尼讲：我奉册无毋是就近以色列家失了羊拿定。对使徒行传。安尼呈现传福音的一个顺序。原来讲，独独圣神临到恁的时，恁要得到才能，搁伫耶路撒冷、遍犹太、甲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做我的见证。所以通过圣经的记载，咱确实通明白，
福音确实是对犹太人来做开始，然后通过使徒保罗的宣告，来拓延甲所有万邦万国。这是上帝伫历史中伊的启示的一个作为，以及一个顺序。但是主耶稣的福音，伊的应允是超越了所有的种族，来临到讲所有要信的人。使徒保罗就特别强调讲，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意思是讲，福音的门是为所有人来拍开。无论你的出身、你的身份地位、你的文化，伫上帝救内底，无搁分讲你是有钱人，你是犹太人，你是希利尼人，你是做奴才，你是自由的，伫基督拢正做一个。因为上帝伊正对福音来显明，这伊是本伫神，至高伫神。伫基督教的福音内底，上帝伊毋是要审判咱讲，互咱讲啊，你是一个偌歹的人，是怎样要甲咱讲？伊怎样用伊的公义、伊的慈爱，要来拯救所有罪的人？上帝伊上清楚来显明伫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顶。照着咱每一个人所行的，咱原本拢是应该受到刑罚，因为罪的代价就是死。但是上帝怎样来通过伊的独生囝耶稣基督来代替着咱来受刑罚？所以对安尼咱看见，上帝敢有忽略到他的义吗？没有，上帝无忽略他的义，他依然是公义的。你犯什么罪，罪代价就是死。但是，伊嘛显出伊的慈悲，通过耶稣基督来救赎既然所有相信伊的人，通过安尼来显明伊的慈悲。所以，互咱看见，咱上帝伊是公义的，但是伊嘛拯救所有来相信伊的人，这正做上帝的慈悲。所以，十字架就是上帝伊的显明，伊既然嘛刑罚了罪，相对嘛拯救了有罪的人。正亲像伫罗马人书第3章26节所讲的。伫现今的世代，爱显明伊的义，互伊本身做义，搁请迄个信耶稣的人来做义。所以上帝义，毋是讲啊，咱做了偌好啊，我有实力奉献，我逐礼拜拢来聚会，我有参加圣歌队，我有参加教会种种服侍，甚至我担任中职。上帝义，毋是来看。咱做了什么？我有够好无？这是上帝所主动，互咱的一个恩典。咱的得救，毋是讲咱有啥物好的行为，这是出自上帝所主动，互咱的一个恩典。当咱相信耶稣基督了后，上帝就将耶稣的义，亲像衫共款来穿伫咱的身上。我们穿上一个洁白公义的衣服，来遮盖我们的罪孽。但伫上帝面头前，咱称做义，这不是咱做了偌好，这是上帝义来成做咱的压榨，成做咱的保护。上帝义嘛不是互咱来惊上帝的审判，好亲像那个。新加坡，咱知影新加坡犯罪率很低，因为人惊刑罚。特别即摆讨论说那个要不要鞭刑？哦，鞭刑拍落去了后，哦，无人敢犯罪。确实，严厉的刑罚
互人惊，毋敢来犯罪。但是上帝伊毋是互咱来惊伊的审判，是互咱来通过耶稣基督来看见咱救赎一个愿望。所以当咱来看明白上帝伊耶稣基督所带来福音，互咱知影，咱毋是夸口讲我有偌好，有啥物通互上帝来得到欢喜。这是咱倚靠耶稣基督所有的信心，互咱通安息伫基督耶稣的救恩内底。这互咱信徒任命根基，毋是咧讲我有偌好，是互咱来明白基督为着我来成就啥物。所以，咱基督徒咱一生的生活，咱是立在伫上帝对上帝信靠。咱怎样对上帝做出一个稳定的回应以及行动？伊个人要对神来活。这则经文是出自哈巴谷书第2章第4节，伊安尼讲：看伊个心神自高，伊个内面无正直，独独义人要对伊个神来活。伫哈巴谷书的一个背景中，先知看见当时以色列受这个列国来侵害压迫，伊看见义人来受苦，怎样做歹的竟然来昌盛，伊心中充满侪侪犹豫。虽然问讲上帝啊，你真正是公义的吗？总是上帝回答讲：义人毋是看这环境来活，是要靠着信心来活。这意思就是讲，信心成做义人伫困境中有限得到快乐的一个能力。保罗引用这则经文，要互罗马的教会这信徒知影讲，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因的得救、因的生活愿望，拢起坐伫主耶稣这信心顶头。因为信，这不是一个真模糊的一个相信，这是对伫上帝伊怎样真实的一个信靠。信心咱不是讲相信有一位上帝，这宗教。因犹原拢相信有这位上帝，因甚至一寡庙寺嘛有讲耶稣的偶像嘛囥咧拜，伊管到伊嘛是看耶稣是一个先知，因犹也看耶稣是一位神的其中一个尔。所以信，因遐人嘛信，魔鬼嘛有信上帝，所以咱对信。咱通怎样一个了解？信是对上帝有真实的信靠，信心毋也是相信有一位上帝尔，这是相信上帝话是真实，伊所讲的来的确来成就。信心怎样就是伫黑暗的深暝中，犹原相信这个曙光将会来临。相信伫公义的沉默当中，犹原相信上帝在听。伫还未看见结果的时，犹原顺服主的带领。所以咱毋通将信心来当作是一个咱求讨的一个工具尔。一寡的欢喜的教派，因常常教导讲。咱有信心来求，咱有信心求，上帝就要应允咱的祈祷。但是，一只牧师所要强调的、所讲的信心，就是伫咱一切无照咱的心意的时，咱犹原是讲主，你犹原在掌权。伫逐款处境中，咱犹原相信，经有好歹是主所定。得胜
这原文的意思是活着，继续活着的意思。这毋也是指咱将来迄款所得到永活的一个愿望，这依然是指咱伫现在中，咱怎样因为信得到迄款属灵的快乐已经愿望。基督徒真正的性命，咱毋是看外在的顺利，毋是讲我外在迄款的富裕，也是讲健康顶头，是咱伫艰难中，咱依然有信心咧活着。依然的活，毋是靠着咱的钱财地位，毋是靠着咱的才能、咱的健康，是咱活靠信心，伫每一日中，咱怎样活出上帝甲咱的同在。信心互义人来活出上帝的一个使命，互咱无因为环境来影响着咱的使命，来达走咱对上帝的信。因为信，互咱通面对这个艰难破病痛苦的时，因为信，互咱依然有平安；因为信，互咱受到人的误解。也是批评论断的时，互咱依然会当来了解。因为信，互咱伫事业无头路、孤单失落的时，信心依然会当互咱来向上帝来祈祷，来相信上帝依然在扶持来带领着咱。信心，互咱经历着上帝的同在。这好亲像伫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7节所讲的，因为阮的行是对神，毋是对所看到的。咱所行是对神，毋是对所看到的。当这世界掠成功、财富、地位来成做咱性命倚靠夸口的时，保罗讲，义人要因为信来活。互咱若知影，虽然外口的世界怎样来倒坏黑暗，但是信心，互咱依然伫这黑暗的世代中，咱来靠信来活。上帝福音权能，无在伫互咱来改变这环境。这所看重的是，互咱来性命，通伫这款艰难环境中，咱依然通日日来活心。今日找教会来将福音来包装成一个成功神学、幸福神学，也是讲心灵鸡汤。哦，你来到教会，你就会幸福，你就会欢喜，你就会快乐，你就会成功。好亲像信了主以后，你个一定要幸福，你个凡事顺利，财富加倍加添，互你身躯勇健。咱常常用这来当做传福音一个宣传的一个广告，但是其实咱对圣经中一寡例，咱所看见的并毋是安尼。信主了后，敢是一帆风顺、平安、幸福、快乐吗？保罗为了帖撒罗尼迦教会来感谢上帝。为什么保罗感谢上帝？保罗感谢上帝的原因，因为上帝互帖撒罗尼迦教会人数加添，因的人顺时平安来感谢上帝。因反倒是教会处伫逐款的环境迫害中，伊依然存有吞忍以及信心，为着安尼来感谢上帝。约伯伊怎样敬畏上帝，远离一切歹代志，但是伊却经历极大的一个苦难。保罗诚做传福音的使者。伊信主了后伊性命有愈来愈好吗？无，反倒受到一个迫害，关家
腰儿痛体受能力鞭拍。咱的主耶稣，伊顺服爸子了后，却是受钉在十字架顶。所以咱看见，这个人无因为信主了后，顺服上帝了后，伊的环境就变顺利幸福。伊反倒是信主了后，遭受较大的一个苦难。这个人毋是因为福音来改变了因怎样是这款的艰难中，因来顺服来荣耀上帝，用福音来改变了因的心，互因怎样伫逐款的苦难中，又愿来信靠上帝；伫软弱中，又愿见证着上帝的恩典。伫苦难中，咱常常会提出咱的祈祷，特别人会提出的，就是讲阿比斯的祈祷。咱毋嘛，咱的祈祷好像阿比斯的祈祷一样。阿比斯祈求以色列上帝讲：愿你真实赏赐福气予我，开阔我的境界。愿你的手常常甲我伫地，保庇我无拄着患难，互我无遇到忧闷。上帝就赏赐伊所求的。祈祷上帝保庇我，无遭受患难，无受艰苦，这是咱每一个人，咱常常仰望的祈求。但是咱毋知咱是毋是真正来明白阿比斯的祈祷，伊的背后遐经文的背景是啥物？为什么阿比斯会安尼祈祷？上帝会应允伊的祈祷。阿比斯的名，伊的代表是一个痛苦，表示讲，好亲像伊出世的时，命中注定他一生就会被这些苦难所缠绕。纵使阿比斯有受到伊的命运来限制啊无？无，伊无因为安尼，伊家己身世环境来受限制，伊反倒是转向上帝来求救上帝。阿比斯的祈祷来强调讲，伊是求救以色列上帝，所以表明伊起初并毋是，可能毋是以色列人，后来伊投靠来信靠以色列的这位上帝。所以这好亲像咱早期我们的那个长辈伊名罔腰罔翅，也是招招娣等等的名。好亲像伊的命运，就是这生出罔翅希望他带来弟弟，好像他的命运就受限在于如此。所以阿比斯伊的名是苦难。伊无限制伊的命运，伊反倒转向来求救这位伊过去可能无认捌这位上帝，来祈求这位以色列上帝来成做伊的帮衬，成做伊的瓦靠。阿比斯的祈祷，伊嘛毋是求讲无痛苦的人生，伊重点是在伫讲上帝来甲我三角之地。来保佑我无遭患难，无受艰苦，这是一个较亲赞的一个信心。伊毋是逃闪这个苦难，伊是怎样来祈求讲，伫苦难中，上帝甲伊来同在。阿比斯的祈祷，毋是单纯讲上帝求你来赏赐予我。这反倒成做一个信心宣告的敬拜的行动，伊来相信圣灵，伊所敬拜这位上帝会当来祝福伊，来开阔伊的境界，伊嘛会当来保守伊的性命。所以成做一个对上帝关联的一个娱乐，伊祈求上帝常常甲伊伫地，这是对一个
上帝有真深的信靠，才会通发出一个俄勒甲祈祷，这真做伊敬拜伊一个信仰的告别。好亲像一个原本是一个外邦无信主的人，伊竟然讲啊，凡事有主你的旨意。所以这咱看到，这其实是伊对信仰一个更较深的一个立物，伊的迄款的转变换新。所以咱看见真正的祈祷，怎样互咱的人命来得到换新？咱怎样对祈求来成做一个娱乐？对咱的痛苦来转变成对上帝的一个感恩。保罗伫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9节安尼讲：我的恩典够也你用，因为我的快乐伫人的软弱中来成做完全。这在经文对咱所谓的成功神学，这是一个最有力的一个反驳。上帝不是通过这些的成功兴盛要来荣耀伊，反倒是通过咱的软弱、咱的破碎，咱来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今日传福音的讲员，如果伊所讲的这个故事经历，都有真丰富的一个成果，咱会感觉讲，哇，这个上帝大有气力，怎样来转变伊的性命？但是这位讲员如果所讲的，伊怎样持守伫伊的信仰，但是伊的病无得到好，甚至我翘起，也是讲伊所讲的无够激励人，伊的境遇依然是处伫即款的那种低谷当中，互咱看见这位神的上帝，好亲像神力不够。但是通过经文，互咱看见上帝所互咱要知的，上帝毋是看重使用迄款完美无缺的基督徒，是怎样伫挫折中，依然无放弃伊的信仰，伫苦难中依然学了上帝基督徒。这款的见证，比任何成功兴盛这个故事，阁会当来显出上帝权能。一个伫失败中依然持守信仰的人，比任何伊的事业成功顺遂来学了上帝的人，这款的性命，阁会当来展现那种信仰的一个真实。真正的信仰，毋是讲咱夸靠咱家己气力，是怎样伫咱的软弱、咱的破碎中来显出上帝的气力。所以福音的起头来出伫主耶稣的十字架。十字架，伊所象征的，毋是咱看即马哇真水。十字架伫过去所代表的，是刑罚，是建设，是罪恶，是牺牲。但是咱所现在所看到的，是一个荣耀顺服的一个免流。世界，伊所呈现的，毋是亲像一个国王的王冠，伊所代表的是苦难、刺配以及牺牲的免流。所以保罗讲，因为十字架道理，天路的人看做是戆，咱得救的人看做是上帝的权能。福音是上帝的权能，要救拢总信的人。这句话毋但是讲咱信仰的宣告，更是咱性命的一个见证。福音毋是在地人的理论，咱外口讲来引出人来信主。福音嘛毋是成做一个宗教一个安慰，这是上帝亲自来介入伫咱的生命，来享受咱，来反转咱生命的气力。
这位权能伫耶稣基督来显明出来，伊赢过罪恶，来拍破死亡的关系，来医治咱破碎忧伤的心灵，互伫绝望的人的中间，来重新来看见光明，来看见光芒。上帝福音是互我、互咱通知影，我真正是一个有罪真烂、付不起的烂泥，真软弱。但是我犹原知影，上帝犹原无弃杀着我，伊犹原来怜悯着我。这能力毋是显示伫外在遮的强势，这是怎样通过世界所流露出来迄款的疼、牺牲的气力，互咱这原本未堪的人，怎样因为信来称作义，互咱有罪人会当来到上帝施恩的宝座前，来受到上帝所接纳。上帝福音的权能，伊毋来改变咱的身份，互咱对有罪人，诚做上帝囝儿，诚做因信称义的人，伊搁改变咱的性命，互咱怎样通过信来活伫上帝旨意中间。我所亲爱兄弟姊妹，今日上帝犹原咧超找无掠福音做见效的人。当现今的社会掠钱财、地位、名声、成就，来诚做荣耀的夸口的时，咱怎样？咱要掠基督的世界来诚做咱的夸口。当这个世界来讲，我们要眼见为凭。但看怎样讲，我们要凭着信心而活。我们怎样去看那所看不见的？虽然需要伫这大场结局，咱搁一摆来问咱家己：咱是毋是愿意互福音权能来算改变着咱的性命？互咱性命无搁有咒诅、苦毒、埋怨？咱是毋是犹原来相信上帝福音权能会当改变上刚硬的心？互咱犹原相信伫人袂会，伫上帝凡事拢会。咱是毋是犹原相信上帝要通过福音，通过咱的手所做的，互咱诚做上帝圣洁的器具？互咱来诚做正人的祝福啊无？我所亲爱兄弟姊妹，上帝福音权能毋来停留伫圣经内底，毋是停留伫牧师的讲道中，犹原要通过咱的性命来彰显出上帝的权能。互咱怎样伫苦难中、忧伤中，咱犹原靠主来刚强站立，互咱犹原伫苦难中、失失中、忧伤中，犹原咱来宣告讲，更有好歹是主所定。所以，互咱伫软弱、失去盼望的时，咱犹原来仰望上帝的恩典。互咱当伫这邪恶的世代中，互咱犹原会当来持守福音的真理，相信有主甲咱三角之地，互咱来较赢这世界。愿施恩上帝继续施恩帮助着咱，互咱伫这黑暗的世代中，犹原来通过圣神的帮助，互咱徛起伫这世界，来诚做上帝荣耀的展现，互咱所行的路径来亲像主耶稣所讲的，内光就照伫人的面头前，互人通过恁的好所行，来归阳光伫恁天里的爸。咱做伙同心来祈祷。是阮听他上帝主安，感谢你，因为你所想说福音是大有权能的，要拯救一切所有相信的人。恳求主来帮助着阮，
互阮来确实来明白，主的福音毋是瓦靠人的智慧，毋是宗教的安慰，这是通过耶稣基督所要展现的拯救，互阮遮不配有罪人，怎因为信来得到新的生命。主啊，阮有愿来承认，阮有时常常会软弱，阮容易用这世界来成做阮的准钱，阮怎样用世界来判断成做阮家己生命的价值？阮嘛捌因为环境的苦难，直到阮失去了对主的信心以及勇气。但是感谢主，搁一摆通过你的话，互阮知影。福音是出自主你的权能，互阮才知影，阮义人要因为信来活。互阮毋是我靠家己的聪明智慧才情，阮是为我靠主你的神来活。恳求主来帮助阮，互阮来通过你福音的大能，互阮来领受主你的旨意，来帮助着阮，互阮的生命成做你地面上的见证。互阮看见主耶稣的作为，阮来欢喜来军队；互阮通过阮的手所做的，嘛归荣光伫你。恳求主你的神来继续来施恩，来带领着阮。恳求仰望祈祷，拢是奉靠最后性命求。阿门。感谢吴牧师的正道，请咱用新的界面来回应。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主美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界面互恁，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三讲用圣诗538首来回应，我心大欢喜，主踮身边，请起立，吟全首。我心大欢喜，主踮身边，虽然伫世界，若存伫天，做上帝好事，满心欢喜，求主永保护，使我清气，他我的保佑，每日落落，为我主耶稣赎罪功劳，他我的保佑，每日落落，为我主耶稣赎罪功劳，虔诚来顺服，心内安宁，天堂的福气若伫目前，天使也降落，甲我往来，保佑主耶稣慈悲仁爱，他我的保佑，每日落落，为我主耶稣赎罪功劳，他我的保佑，每日落落，为我主耶稣赎罪功劳，专心来顺服，万事平安，心可我求主，安安，虔诚来听候，望主来，主耶稣满心仁爱，他我的保佑，每日落落，为我主耶稣赎罪功劳，他我的保佑，每日落落，为我主耶稣赎罪功劳。请坐，我的经文献互你，
用出拢叹你旨意。我的才情你想事，甘愿行你做器具，请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来跟奉献的诗歌。是了5万喜乐的主，阮伫主的圣日，搁一遍来到你的殿院，敬拜俄勒你。伫大港的节期，阮陪伴阮的心，也只救主降生。也感谢主赐予阮的每日生活充满你的恩典甲平安，总是拄着困苦艰难，你犹原掌管一切。你也予阮有气力通赢过失败。也予阮有气力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也帮助圣经公会伫反映圣经的事工顶面，将主的疼、拯救、慈爱、公义的福音传到每一个角落，也救一切要相信的。愿阮献上阮的金钱，献上阮的行动，成做主圣佮水的事工。愿安尼祈祷是伫主耶稣的圣尊名。阿门。会众请坐。来介绍新的朋友。咱有对澳洲来的朋友，这是当传山兄弟的朋友 Lucy 跟 Lucas。请问 Lucy 跟 Lucas 伫倒位？传山兄弟的查某囝甲孙仔也非常欢迎这边来到教会。好，请坐。这时咱来行平安礼，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周遭的兄弟姊妹边仔的来请安就好。我用主的听真实来听你，我用主的听真实来听你，因为你内面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真实。感谢大家吼，咱会后咱嘛有时间会当来继续来请平安请安。咱即时来读本周的经句，记载伫罗马人书第1章17节。来，因为伫福音的内面有显明上帝义，对神到的神，照圣经所记载讲，夜来要对神来话语。第1章17节话语，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一本是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罗马书第1章17节。来看消息的报告。今日是普世圣经纪念主日，咱感谢新民教会吴德成牧师来教化讲台讲道甲请安。咱的柯牧师是去新民教会教化讲台，请咱为着圣经公会事工大祷关心甲奉献。今日主日礼拜了后，咱有成人主日学，咱邀请到咱教会林家恩执事要来讲离开的迄个日子，
工作还是度假啊？因为去澳洲打工度假1年，相信今年啊有真精彩的生活要来甲大家分享，请咱的兄弟姊妹礼拜煞会记来留步了，三个来听。第三，咱的圣诞的礼拜吼，12月21早起时10点，咱有圣诞联合赞美礼拜。下晡1点半到3点半是意外的礼物，咱这边的圣诞活动的主题意外的礼物。12月24拜3暗时，咱有平安眠的礼拜，详细的报佳音。拜日下晡时1点半到3点半，这意外的礼物圣诞活动。除了甲进前啊，咱有邀请到教会侪的合唱团来甲阮做伙来分享音乐的信息了以外，今年较特别的是有一个圣诞的小短剧，啊，听讲非常的精彩，嘛邀请到有专业编剧甲导演有真厉害的演员来。演出这个圣诞短剧哦，请大家务必要来欣赏。啊，佫一个最重要的代志，就是讲这边的圣诞活动哦，请大家一定要参加到最后，因为真正有礼物哦，有一个神秘的礼物要送予咱所有的大家，所以无论你也是你的朋友、你的亲戚来参加这个活动，一定要留到最后。啊，上次较重要的是12月24拜3，咱有平安眠的礼拜。伫礼拜煞咱固定教会加团足侪年前有开始的一个报佳音的活动，已经足侪年无有即个活动，今年阁要有即个活动。兄弟姊妹期待天使去恁兜歌声透天声，若你要去恁兜来报佳音，请陈家辉长老、萧明信长老，也是干事来联络，望这边今年有这个机会，到大家的厝体的所在来报佳音，来传上帝的恩典。第四，咱的圣诞歌已经到，感谢咱同工伫昨半时间来甲这圣诞歌来分予好势，请咱兄弟姊妹今仔日趁钱，来紧来摕，将即个好物伫圣诞节进前会当送予咱的亲人朋友甲同事以上。第5项咱本会有送咱每户1份的每年的经文画帖，已经送来教会，请有登记的兄弟姊妹会记得去办公室来领。第6，咱本年度教会关校的日子是12月28，所有要请钱有单据的人，请是12月28进前来送去咱的办公室来请校。第2项是各团契的会长、甲团契会计，伫今仔日爱提供明年度的预算，予咱的干事。咱各团契的会长，请伫明年1月11进前来提供2025年的决算表。安尼咱才有法度来做财务报表来送民政局审查，详时伫2月1，咱要举行咱明年度的会员大会，所以时间有较迫吼，请所有的团契会长爱会记哩，决算表一定要1月11进前爱送予教会的干事。第7，咱台北原住民团契要伫12月23。拜2暗时6点半，伫咱主堂来举行福音的大会，邀请咱的兄弟姊妹上来参加这边台北原住民因的团契的福音大会。因迄天有 dress code 穿特别的。最好是有打蝴蝶结，因为你有打蝴蝶结会有小礼物。讲爱交换礼物，所以你来，你来嘛爱炸礼物来，第8，咱12月26查经班因为上台放寒假，咱改伫早起时的10点。12月23，因为教会有侪活动，所以迄边的查经班要暂停一遍。第9点，咱有看见咱教会台港节有真精彩的布置。
咱感谢妇孺之士为着这个布置写一篇文，这文字非常的水，请大家详细来读。原来每一个下条的铁网是拢指引咱行去行往耶稣的光。愿望毋是困縛解除了后才开始，只是伫困縛中已经存在，因为光已经到，黑暗袂当赢过伊。以上短客消息请咱家己看。这是咱来公道。伫遮邀请咱在座的所有兄弟姊妹，利用短一个公道的时间，咱为着几项代志来祈祷。第一项，咱有周报看起，咱有19个兄弟姊妹，咱的病痛的兄弟姊妹，无论是伊有来教会，无来教会，伫病痛中需要大家的关心甲代祷，请咱为着这19个提名的兄弟姊妹来为因来祈祷，咱为固定教会未来的圣工来祈祷，咱为着台湾来祈祷。那上是为着日本最近奥亚马的大地震来祈祷，咱无论你出声无出声，咱伫即个短的时间，咱为着这几项代志，咱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我跳完的上帝，我很感谢你的恩典，为着教会这19个兄弟姊妹来祈祷，阮为着固定教会的圣工来祈祷，阮为着咱台湾的前途、台湾的和平来祈祷，阮为着日本奥亚马造成的地震的损失来祈祷，求主施阮赐福，伫这个充满愿望甲喜乐的日子。阮相信你会亲自来医治，你亲自来守护和平，亲自来守护愿望，亲自来守护安慰。但阮兄弟姊妹将这祈祷摆列伫你的面前，恳求你亲自的照你的旨意来行。安尼恳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阿门。来行初恳的圣诗，圣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临时了后，请吴牧师来祝祷。愿咱救主耶稣基督，论命论天主庇，地北。咱当心啊，领受上帝的祝福。
愿全能的爸上帝用伊权能的手来坚固、来引带着恁，来成做恁的瓦靠，成做恁的帮站。愿主耶稣基督恩惠，互恁伫信来得到徛在。伫软弱中来得到安慰，得到扶持；伫黑暗中悠闲来持守真光，通过信来活出义人的性命。愿圣神常常甲恁正人三角地底来更新恁的心思意念，互恁通伫恁的家庭、恁的职场、伫教会、伫社会中，成做福音的出口。见证人用听心来三服侍，通过生命来荣耀伫主的名。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相通，继续甲恁众人三角地底，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咱早起是礼拜到遮，咱休困3